来甲镜头刷落来中部来看这个社会新闻。台中的警方巡逻，巡到一台轿车，这个驾驶是赛车咧飞手机啊，警察甲动落来，准备要甲做酒测的时阵，这个驾驶是大油门绕跑，驶互警察约，一路上来冲撞到路边的轿车甲机车，最后互砸落来。这个酒测值高达0.42，已经卡到公共危险罪。啊，车顶搁坐4个乘客，因为驾驶啉酒开车无甲阻止，互连带处分。每一个人上悬会当罚款15000块。开车不要看手机啦。OK， 应该没喝酒了哦。没有。警察查这台白色轿车，要求酒测，驾驶煞赶紧选。麻烦你一下来。驾驶吹油门，让港选走个真紧。请左，帮我拦下车。伫咧路弄到一台停伫咧路边的轿车和机车，落尾嘛是叫警察给抓落来。0.42都超过了哦。21岁姓柯的查甫驾驶是上班族，伊和车顶4个乘客拢是朋友，去夜店啉酒庆祝，有啉酒搁赛车。那查甫驾驶会互处罚，坐伫咧车顶4个乘客无做动驾驶赛车，买红罚。同车的4名乘客亦因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之规定，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款。4个乘客连坐处罚，相关扣罚15000。酒驾驾驶涉嫌公共危险罪，加上技术领险，佮甲轿车和机车拢弄害。酒后赛车代价真正是比吹代替驾驶佮较悬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